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係9月13號星期六，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100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3815萬。由於上期頭獎係有人中，所以係冇累積多寶獎金。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57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就係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包括有方舟博士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服務委員會委員馮志豪博士，歡迎晒兩位，一齊了解下受惠機構。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致力為唐氏綜合症人士、其他殘疾人士同埋家人提供咗綜合家庭支援及職業復康服務嘅，轄下總共係有4所單位。過去1年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多個嘅項目，包括網絡共享唐氏家庭支援服務、賽馬會唐氏力量支援計劃、共建里程支援計劃等等，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咗適切同埋適時嘅支援，促進佢哋喺個人成長同埋生活各個方面得以全面發展㗎。咁詳情可以瀏覽該會嘅網頁或者係致電26975391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100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7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47。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7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37。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3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3。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5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15。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1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21。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9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49。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30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30。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攪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15號、21號、23號、37號、47號、49號，而特別號碼係30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或者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就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包括咗係有方舟博士太平紳士，以及就係馮志豪博士，多謝晒兩位。喺度提大家啦。